家囝头刷登来台湾，是毋是阁有老人甲囡仔去红热台呢？先来看南投德山这件，甲这个长辈送到安养院，才几个月，老大人的双手甲面都拢乌青泛红肿。家属认为疗养院暴力对待老大人，也毋过安养院讲，当初拢签同意书，老大人若不爱合作，员工通啊强制来束缚，但是绝对无动手来虐待。 是大人压家己手，甲做人讲，带要来安养院，叫员工动手欺负。真正看伊的手、喙和下颌拢乌青分只，做人无度接受。才甲伊送去德山的安养院几个月，就规身躯拢是伤。房内底外一工了后，看到这个画面。 打他的嘴巴，然后一直甩他耳光，有这些钱来这边，妈妈光身体照护需求没有得到好的照顾。不过安养院强调，员工绝对无甲因凌迟，是老大人不爱配合的时阵，才会强制甲因绑起来。而且伫咧住院进前，厝人已经签同意书。都不是管理不当，过动的时候哈，我们才会去约束他。约束的同意书，我们这边都有留底。家属真气向社劳处检举。老奶奶身体的状况，健康很硬朗哈，并没有所谓的受内的歧视。社劳处认为这是大人无去欺负。调查资料内底，这间安养院伫咧过去4摆调查嘛无违规，不过对家属的指控，因会继续注意。